你以為輸錢係運氣差，你以為嗰幾把牌只係啱啱走勢唔對，只係啱啱荷官手氣好，只係啱啱今日狀態唔佳，但有時候輸錢嘅原因比你想象嘅更黑暗、更系統、更蓄謀已久。濟州島金山賭場嘅呢個案例係一個令所有喺海外賭場玩過牌嘅人都應該認真睇完嘅故事，唔係因為佢有幾罕見，而係因為佢揭示咗一種喺賭場裏真實存在嘅作弊機制，以及呢種機制背後賭場對待贏過佢哋錢嘅客人嘅真實態度。3個中國人喺一家佢哋信任嘅賭場打咗一場佢哋以為公平嘅牌局，輸咗折合人民幣將近40萬嘅錢。佢哋到而家可能仲以為嗰隻係運氣差。由常客到獵物，我哋先把呢件事由頭到尾講清楚。案件發生喺韓國濟州島，地點係濟州新羅酒店內嘅金山賭場。涉案嘅3名受害者係嚟自中國嘅男性，而且唔係第一次嚟呢家賭場，而係呢家賭場嘅常客。常客呢個詞好重要，佢哋同賭場之間有一定嘅信任基礎，佢哋熟悉賭場嘅環境，熟悉荷官嘅面孔，熟悉呢度嘅規則，覺得呢係一個安全嘅地方，一個佢哋可以放心嚟娛樂嘅地方。而呢種信任正係賭場對佢哋實施精準作弊嘅前提條件。常客唔好似初次到訪嘅遊客咁謹慎，唔會因為1、2把異常就產生懷疑，唔會喺遇到連續虧損嗰陣即刻諗到係作弊，而係更傾向於把損失歸因於運氣唔好或者自己判斷失誤。呢種心理俾咗賭場充足嘅時間同空間嚟完成整個作弊過程。根據案件記錄，3名中國客人此前曾喺呢家賭場贏得過一筆較大金額嘅錢，呢係整件事嘅導火索。當一個賭客由賭場贏走咗大錢，賭場會記住呢件事。對賭場嚟講，嗰筆俾人贏走嘅錢係一筆帳，係需要想辦法要返嚟嘅損失。但賭場冇辦法公開地把嗰筆錢要返嚟，因為賭博本來就有輸有贏。賭場唔能光明正大地話你上次贏咗我嘅錢，今次我要把佢弄返嚟。所以佢哋選擇咗另一種方式。荷官開始喺牌局裏使用經過特殊處理嘅撲克牌。呢副牌表面上同普通嘅撲克牌完全一樣，任何一個坐喺賭台前嘅賭客都睇唔出任何區別。但對經過訓練嘅荷官嚟講，牌上有肉眼幾乎睇唔出嚟嘅特殊標記。呢啲標記讓荷官能夠喺未翻開牌嗰陣就知道每一張牌嘅點數。3名中國客人由攞到第一張牌嗰一刻起就已經輸啦。佢哋唔知道荷官已經睇穿咗佢哋手裏嘅牌。佢哋喺認真分析點數，認真做決策，認真思考要唔要補牌，以為自己係喺同荷官進行一場公平嘅博弈。但佢哋嘅每一個決策，荷官都已經知道結果會點，並且喺自己嘅操作上做出咗相應嘅配合，確保賭場贏佢哋輸。就係咁，3名中國客人喺呢場被精心設計嘅騙局裏，累計輸掉咗約8000萬韓元，折合美元大約51700，折合人民幣約37萬。佢哋離開咗賭場，離開咗濟州島，返到咗中國，完全唔知道自己經歷咗咩。佢哋可能仲喺反思自己嗰幾日嘅決策，諗住哪一把本來應該換一個方向，哪一把本來應該唔補牌，哪一把本來應該果斷一啲。但無論佢哋點反思，都唔會揾到真正嘅原因，因為嗰個原因喺佢哋手裏攞到第一張標記牌嗰一刻就已經俾賭場藏好啦。要理解呢個案件嘅本質，需要先理解標記撲克牌呢種作弊手段嘅具體運作機制。標記撲克牌係賭博欺詐裏歷史最悠久嘅作弊手法之一。佢嘅核心原理非常簡單，喺撲克牌嘅背面或者邊緣，用肉眼幾乎察覺唔到嘅方式做標記，讓熟悉呢套標記系統嘅人喺未翻開牌嗰陣就能讀出呢張牌嘅點數或者花式。呢種標記有好多唔同嘅實現方式，最傳統嘅方式
係用細小嘅劃痕或者凸起喺牌背嘅特定位置做標記。唔同位置嘅標記對應唔同嘅點數。一套完整嘅標記系統可以覆蓋所有嘅牌面資訊。更現代嘅方式係使用特殊嘅墨水。呢種墨水喺普通光線下唔可見，只有透過特定波長嘅光線或者佩戴特殊嘅隱形眼鏡先至能睇到。呢種方式就算係賭場嘅內部人員仔細檢查牌面，都好難發現任何異常。仲有一種方式係對牌嘅物理尺寸做極其細微嘅調整，比如把某啲點數嘅牌切得稍為窄一啲，或者喺牌邊做極細微嘅彎折。呢啲調整以毫米甚至更細嘅單位嚟計算，普通人用手觸摸完全感知唔到，但經過訓練嘅荷官可以喺發牌嘅過程中憑藉觸覺嚟識別。喺濟州島金山賭場嘅呢個案件裏，根據舉報材料使用嘅係喺牌面上做特殊標記嘅方式。荷官透過視覺嚟讀取呢啲標記，提前掌握玩家手中嘅牌面資訊。呢種資訊嘅價值喺21點遊戲裏係極其巨大嘅。21點係一個賭客同荷官之間進行嘅博弈，賭客需要根據自己手裏嘅牌同荷官嘅名牌嚟決定係咪繼續補牌。呢個決策係21點裏最核心嘅技術點。好嘅21點，玩家會根據數學概率嚟做出最優決策。但如果荷官已經知道賭客手裏嘅每一張牌以及牌堆裏接住嚟會出現嘅牌，荷官就可以喺自己嘅操作上做出精準嘅配合，確保賭客每一次補牌或者唔補牌嘅決策都係錯誤嘅。賭客以為自己喺做出理性嘅概率判斷，但實際上每一個判斷都已經俾荷官掌握嘅資訊所針對。每一次決策都落入咗一個為佢哋量身定製嘅陷阱。更殘忍嘅係，呢種作弊方式令受害者完全冇察覺異常嘅機會。如果賭場用嘅係更粗暴嘅作弊方式，比如明顯嘅發牌失誤或者明顯嘅結果異常，賭客可能會產生懷疑。但標記牌作弊嘅運作係隱形嘅，由外表嚟睇，每一把牌都係正常嘅，牌係正常嘅牌，荷官嘅動作係正常嘅動作，結果係符合21點正常結果範圍嘅結果，只係賭客恰好一直喺輸，而呢個輸俾佢哋自己解釋為運氣唔好。呢個案件之所以能夠被揭露，唔係因為警方嘅主動調查，都唔係因為受害者發現咗異常，而係因為一個賭場內部人員嘅舉報。呢個細節係整個案件裏最值得深思嘅部分。舉報人係賭場內部嘅員工，知道呢套作弊系統係如何運作嘅，知道荷官係受到授意，先使用咗標記牌，知道整個騙局嘅來龍去脈。但佢選擇舉報嘅原因，據分析唔係良知發現，而係分贓不均或者受到咗公司嘅排擠。呢個細節揭示咗個關於賭場欺詐嘅深層真相。呢類作弊行為唔係某一兩個荷官嘅個人行為，而係有組織有授意嘅系統性欺詐。荷官需要授意先會使用標記牌，呢意味住賭場嘅管理層知道呢件事，甚至參與咗決策。標記牌需要提前準備，呢意味住唔係臨時起意，而係經過預謀嘅。作弊嘅對象被精確鎖定為嗰3名之前贏過大錢嘅中國客人，呢意味住賭場有系統地追蹤客人嘅輸贏記錄，並且制定咗針對性嘅報復方案。呢係一套完整嘅組織犯罪結構，唔係個人行為。分贓不均呢個細節意味住由呢次欺詐你獲得嘅利益喺賭場內部係有分配嘅。參與呢個騙局嘅人包括使用標記牌嘅荷官、提供標記牌嘅人以及做出授意決定嘅管理層，都由3名中國客人身上獲得嘅8000萬韓元里，按照某種分配方式得到咗自己嗰份，而舉報者要麼冇得到佢認為應得嘅份額，要麼因為公司內部嘅矛盾俾人排擠，選擇咗以舉報嚟進行反擊。
呢個內部矛盾係受害者能夠得到某種形式嘅正義嘅唯一原因。如果分贓係均勻嘅，如果內部冇矛盾，3名中國客人離開韓國之後，呢件事就永遠消失啦。佢哋唔會知道發生咗咩，警方唔會介入，賭場繼續運營，嗰8000萬韓元就係咁俾賭場拿走啦。呢個真相令人感到一種深刻嘅無力感。受害者嘅正義取決於犯罪者內部嘅分贓係咪均勻。賭場係如何追回輸俾客人嘅錢嘅？喺客人贏咗賭場嘅錢之後，賭場策劃咗一套精心設計嘅騙局嚟追回損失。呢個邏輯說明咗一件好多賭客從來冇認真諗過嘅事情。對賭場嚟講，你贏嘅每一筆錢都係佢想要追回嚟嘅損失。賭場嘅本質係一個長期嚟睇一定會盈利嘅商業機構。賭場嘅設計由規則到環境到服務，一切都係為咗確保資金長期由賭客流向賭場。當一個賭客贏咗好多錢，打破咗呢個設計預期嘅平衡，賭場會記住呢件事。喺合法合規嘅範圍內，賭場有好多方式嚟應對贏錢嘅客人，增加洗牌頻率，縮短每局時間，限制某啲賭客嘅最高下注金額，或者喺贏錢嘅客人再次來訪時給予特別嘅關注同監視。但濟州島金山賭場選擇嘅方式超出咗合法合規嘅範圍，進入咗刑事犯罪嘅領域。佢哋選擇咗最直接嘅方式，用欺詐手段把俾人贏走嘅錢要返嚟，而且佢哋選擇嘅時機都係經過計算嘅。等到嗰3名中國客人再次來訪，等到佢哋已經建立咗足夠嘅信任感，等到佢哋處於放鬆嘅狀態，然後啟動嗰套標記牌系統，系統性地把佢哋嘅錢拿走。呢個過程係有預謀嘅。由嗰3名客人第一次贏咗大錢離開賭場嗰一刻，賭場就已經喺計劃下一次如何把嗰筆錢要返嚟啦。對3名中國客人嚟講，嗰家賭場係佢哋熟悉嘅地方，係佢哋信任嘅地方，係佢哋曾經贏過錢嘅地方，所以佢哋會返嚟。但對賭場嚟講，佢哋嘅再次來訪係一次追回損失嘅機會。呢兩種截然不同嘅認知喺嗰個賭台前碰撞，結果係顯而易見嘅。完全信任嘅一方輸俾咗精心設計咗陷阱嘅另一方。要理解呢個案件喺更大背景下嘅意義，需要了解一下濟州島賭場嘅歷史。濟州島係韓國嘅一個旅遊勝地，氣候溫和，風景優美，每年吸引大量嘅中國遊客。賭場係濟州島旅遊業嘅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遊客係呢啲賭場最主要嘅客源群體之一。喺呢個背景下，濟州島嘅賭場業曾經經歷過一段非常繁榮嘅時期，大量嘅中國賭客專程嚟到濟州島呢度嘅賭場，因此生意紅火，成為咗好多中國賭客喺韓國賭博嘅首選目的地。但繁榮嘅背後隱藏住問題。2012年，中國央視嘅曝光節目對濟州島賭場嘅種種問題進行咗深度報導。節目播出之後，影響極其深遠。大量中國賭客喺睇到央視嘅報導之後，對濟州島賭場產生咗強烈嘅不信任感，客源開始急劇減少，曾經熱鬧嘅賭場變得門可羅雀。嗰啲靠中國客源維繫生意嘅賭場喺嗰段時間裏經歷咗非常艱難嘅處境。呢種冷清持續咗好幾年，然後隨住時間嘅推移，人們嘅記憶開始淡化，新一代嘅中國賭客開始前往濟州島，唔了解或者唔太關心嗰段歷史，賭場嘅客流慢慢恢復，生意又開始回暖。就喺呢個恢復期，李金山賭場發生咗呢次標記牌作弊事件。一位見證咗呢一切嘅觀察者喺案件曝光之後講咗一句話，非常精準：如果再係咁俾人曝光作弊，冇人再會去濟州島啦。呢句話道出咗呢次事件對濟州島賭場業嘅潛在影響。好不容易用幾年嘅時間把中國客源慢慢拉返嚟，結
結果一次作弊事件嘅曝光，可能令之前嘅努力全部化為烏有。呢唔只係金山賭場一家嘅問題，而係整個濟州島賭場生態嘅問題。一家賭場嘅醜聞會影響所有喺嗰度經營嘅賭場，因為喺外界嘅眼裏，濟州島賭場係一個整體，一家出咗問題，整體嘅信譽都會受損。案件曝光嗰陣，仲有一個附帶嘅資訊係另一個親歷者描述嘅。喺大約同一時期，佢喺濟州島賭場親眼見到過荷官發出一藍一紅兩種顏色嘅牌呢，令當時在場嘅所有中國人都非常憤怒。呢個細節係一個獨立嘅事件，但係佢同標記牌案件放喺一齊，共同構成咗一個令人不安嘅圖景。濟州島嘅某啲賭場喺嗰段時間裏存在多種形式嘅唔規範操作。藍紅兩色牌呢件事，由技術角度嚟講係一個非常明顯嘅異常，因為正規嘅撲克牌只有一種顏色嘅背面，唔會喺同一副牌裏出現兩種顏色。兩種顏色嘅背面喺某啲作弊體系裏係用嚟區分唔同類型牌面嘅標記方式，讓熟悉呢套系統嘅人能夠喺牌未翻開之前就大致判斷呢張牌屬於哪個區間。呢個異常比標記牌案件裏嗰種肉眼幾乎無法察覺嘅標記要明顯得多，能夠俾在場嘅賭客注意到，引發咗當場嘅抗議。兩個事件疊加，說明嗰段時間裏嘅濟州島某啲賭場嘅作弊行為已經唔係偶發性嘅個別案例，而係存在於一定範圍內嘅系統性問題。喺呢個案件裏有一個值得深入思考嘅問題：點解呢類作弊能夠存在？點解受害者冇喺現場發現異常？答案嚟自於賭場作弊嘅核心設計原則，讓一切睇起嚟都係正常嘅。標記牌作弊之所以有效，正係因為佢完全藏喺正常嘅表象之下。賭客睇到嘅係一副正常嘅牌，賭客感受到嘅係一場正常嘅21點遊戲。賭客經歷嘅係一種佢哋完全理解嘅輸贏邏輯，自己嘅決策失誤導致嘅損失。冇任何地方會觸發賭客嘅懷疑機制，因為冇任何地方出現咗明顯嘅異常。呢種隱蔽性都係點解受害者離開咗賭場之後完全唔知道發生咗咩嘅原因。佢哋感受到嘅只係嗰次賭博嘅結果唔好，僅此而已。要察覺標記牌作弊嘅存在，需要非常特殊嘅條件，要麼係內部知情人舉報，要麼係有專業設備對牌面進行檢測，要麼係有非常豐富嘅反作弊經驗嘅觀察者在場進行高度專注嘅觀察。普通賭客喺正常嘅賭博過程中幾乎不可能自己發現呢種作弊行為嘅存在。呢都係點解呢類欺詐會長期存在而唔俾發現。賭場冇動機主動揭露受害者，冇能力自行察覺，外部監管都好難喺冇具體線索嘅情況下主動介入。只有內部矛盾導致嘅舉報先打開咗呢個案件嘅調查窗口。呢個案件唔只係一個新聞故事，佢對所有喺海外賭場參與賭博嘅人都有直接嘅警示意義。第一個警示係喺海外賭場贏咗大錢，要高度警覺。呢個案件裏3名中國客人俾人作弊嘅直接原因係佢哋之前贏過一筆大錢，喺海外賭場贏咗大錢，由賭場嘅角度嚟講係一筆需要追回嚟嘅損失。對於嗰啲缺乏職業道德嘅賭場嚟講，當你再次來訪嗰陣，你面臨嘅風險比第一次嚟嗰陣要高得多。呢唔係話喺海外賭場贏咗錢就唔能再嚟，而係話再嚟嗰陣要更加謹慎，要對任何異常保持更高嘅警覺。第二個警示係選擇賭場要睇整體聲譽同監管情況，唔係所有嘅賭場都會作弊，但都唔係所有嘅賭場都係安全嘅。選擇賭場首先要睇呢個賭場嘅監管背景，佢係咪喺一個賭博監管體系完善嘅地區，運營係咪持有合法嘅賭場，運營牌照係咪受到嚴格嘅第三方審計。
監管完善嘅地區，賭場作弊嘅成本極高，因為一旦被發現，面臨嘅唔只係停業整頓，而係可能導致永久吊銷牌照嘅嚴重後果。呢種高成本係對賭場作弊行為嘅有效抑制。監管薄弱嘅地區，賭場作弊嘅成本好低，就算被發現處罰，往往都相對輕微，對賭場嘅實際影響有限。喺選擇賭場嗰陣，監管背景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參考維度。第三個，警示係觀察牌嘅狀態，注意異常信號。雖然標記牌作弊通常係肉眼難以察覺嘅，但喺實際操作中，仲係有一啲可以觀察嘅信號。首先，觀察牌嘅外觀係咪有任何異常，包括背面圖案係咪一致邊緣，係咪有任何細微嘅劃痕或者凸起，牌面嘅光澤度係咪均勻。其次，注意荷官嘅眼神同注意力。正常情況下，荷官喺發牌嗰陣，視線主要集中喺牌局嘅整體進行上，唔會對某張特定嘅牌有異常嘅關注。如果荷官喺發出某張牌嗰陣，有一個好短暫嘅特別注意嘅動作，值得留意。第三，注意自己嘅贏輸模式係咪異常。喺正常嘅21點遊戲裏，你嘅贏輸應該基本符合概率分佈，有贏有輸，唔會出現嗰種每次關鍵決策都恰好係錯誤嘅極端情況。如果你喺一段時間裏發現自己嘅每一個補牌或者唔補牌嘅決策都恰好導致咗唔利嘅結果，呢種極端嘅唔利喺概率上係非常罕見嘅，可能意味住遊戲環境存在問題。第四個警示係，如果發現異常，即刻停止保存證據。如果喺賭博過程中發現咗任何令你感到唔對勁嘅信號，最好嘅選擇係即刻停止當前嘅遊戲，把面前嘅籌碼換返現金，離開嗰張台子。唔要試圖透過繼續遊戲嚟證實自己嘅懷疑，因為繼續遊戲意味住繼續暴露喺可能嘅作弊環境裏，每一把都可能係額外嘅損失。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嘗試保存一啲證據，比如記錄低當時嘅時間、台號、荷官嘅外貌特徵，以及任何你觀察到嘅異常情況。呢啲記錄喺後續向監管部門投訴或者尋求法律援助嗰陣可能會有用。呢個案件對濟州島賭場業嘅影響唔只係金山賭場本身嘅停業處罰，而係對整個濟州島賭場喺中國賭客心中嘅信任度嘅又一次打擊。由2012年央視曝光到而家，濟州島賭場喺中國賭客心中嘅形象一直處於修復嘅過程中，好不容易用咗幾年嘅時間，讓客流慢慢恢復，讓嗰段唔信任嘅歷史慢慢淡化。呢次案件嘅曝光，把呢個修復過程打回咗起點。信任係賭場同賭客之間最基礎嘅嘢。賭客去一家賭場，前提係佢相信嗰度嘅遊戲係公平嘅，相信自己嘅輸贏係真實嘅概率，同自己決策嘅綜合結果，而唔係俾人操控嘅結果。一旦呢個信任被打破，賭客就唔會再嚟。唔止係受害者唔嚟，所有知道呢件事嘅潛在賭客都唔會嚟，因為佢哋冇辦法區分邊家賭場係安全嘅，邊家賭場係有問題嘅。喺資訊唔確定嘅情況下，最安全嘅選擇係唔去。呢個案件嘅曝光，對嗰啲真正合規經營嘅濟州島賭場都係一種傷害，因為佢哋會被連帶住受到負面影響。就算佢哋本身從來冇任何作弊行為，信任嘅建立需要長期穩定嘅良好記錄，信任嘅破壞只需要一個案件。濟州島金山賭場嘅案件唔係孤立嘅事件，而係一個更廣泛問題嘅一個具體案例。喺全球各地嘅賭場裏，唔同形式嘅欺詐行為有着相當長嘅歷史，都有着非常多嘅變體。標記牌只係眾多作弊手段中嘅一種，仲有過牌，就係荷官喺發牌嗰陣用特殊嘅手法控制發出特定嘅牌。有出千，就係透過各種技術手段喺紙牌遊戲中作弊。有串通，就係荷官同賭場外嘅特定人員配合，針對唔特定嘅賭客進行欺詐。
呢啲手段有啲已經喺技術上變得非常複雜，就算係有經驗嘅賭客喺現場都好難察覺。面對呢啲潛在嘅風險，作為賭客能做嘅唔係假設所有嘅賭場都係安全嘅，而係採取一種理性嘅風險管理態度，選擇監管嚴格嘅賭場，了解自己要參與嘅遊戲嘅規則同正常嘅概率範圍，對任何明顯嘅異常保持警覺，喺發現問題嗰陣果斷停止，唔要喺一個可能存在問題嘅環境裏繼續損失。最重要嘅係理解賭場作為一個商業機構，佢嘅根本利益同賭客嘅利益係相對嘅。大多數賭場會喺合法合規嘅框架內追求呢個利益，但唔係所有嘅賭場喺所有嘅情況下都會把遵守規則放喺追求利潤之上。了解呢個現實唔係為咗令人對賭場產生恐懼，而係為咗令人喺選擇去邊度賭、點樣賭嗰陣帶住應有嘅清醒同謹慎。嗰3名中國男性離開濟州島嗰陣，唔知道發生咗咩，佢哋可能仲喺諗點解嗰幾日運氣咁差。佢哋嘅37萬人民幣進咗一個精心設計咗騙局嚟欺騙佢哋嘅賭場嘅口袋。呢個結局唔係因為佢哋賭術唔夠好，唔係因為佢哋運氣唔好，而係因為佢哋信任咗一個唔值得信任嘅地方。賭場有時候係一個公平嘅娛樂場所，有時候唔係，分別喺於你選擇咗哪一家，以及當你喺嗰度嗰陣，你係咪始終保持住應有嘅清醒。呢個清醒唔係偏執，唔係把每一家賭場都當成騙子，而係喺享受賭博嘅娛樂性嘅同時，保持對環境嘅理性評估，知道咩情況下應該繼續，咩情況下應該停下嚟，咩情況下應該直接走出嗰扇門。濟州島金山賭場嘅案件唔係最後一個呢樣嘅案件，但希望呢係最後一個你未聽說過、未由衷得到警示嘅案件。